2026年7月份，生活聖言。那撒在好地裏的，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，他當然結實。馬竇福音13章23節。耶穌喺提比利亞湖畔向大批群眾講完咗比喻之後，就轉向門徒，同佢哋解釋話語嘅深層含義。呢一個敘述嘅主角係天主嘅聖言，佢被比作一顆細小而且脆弱嘅種子。石頭、荊棘、飛鳥都可能會阻礙種子生根發芽，結出成熟嘅穗子，但係聰明嘅播種者深知道種子驚人嘅生命力。透過呢啲異象，耶穌揭示咗人同天主豐沛賜予嘅聖言之間嘅關係。有啲人會欣然接受聖言，但係有啲人會因為種種緣故，任由聖言落空而未能結出果實。事實上，喺人心深處，膚淺同埋過度嘅追求物質會阻礙超性生命嘅奇蹟發生，而呢一啲奇蹟係天主渴望喺佢嘅受造物身上點燃嘅生命。我哋好似門徒一樣，被耶穌邀請進入天主謙卑嘅愛嘅奧秘中。同時，我哋要作出個人嘅抉擇，我哋願意成為點樣嘅土壤呢？那撒在好地裏的，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，他當然結實。馬竇福音13章23節。傾聽同埋理解，呢一個似乎係使我哋成為肥沃土壤嘅秘訣，讓聖言嘅種子得以展現力量，並且結出豐碩嘅果實。樂於傾聽係幾咁珍貴，佢係為天主嘅生命騰出靈性嘅空間。天主總係以佢嘅仁慈走喺我哋前面，好似深諳成熟時節嘅農夫一樣，懷住耐心等待。正如盧加納所寫，天主嘅話語唔單止照亮咗我哋嘅心靈，更加照亮我哋整個生命，因為聖言係光明、愛同埋生命。即使喺動盪同埋憂傷嘅時刻，聖言帶俾我哋平安，耶穌所稱嘅我嘅平安。縱然有時我哋喺折磨住靈魂嘅痛苦當中，但係聖言帶俾我哋圓滿嘅喜樂。尤其喺驚惶或者沮喪嚟到嘅時候，聖言帶俾我哋力量。除此之外，聖言使我哋自由，因為開啟咗真理之路。我哋內心必須萌生對天主聖言嘅熾熱愛慕。喺教堂中宣讀聖言嘅時候，讓我哋專注聆聽。我哋要閱讀、研習、默想聖言。但係最重要嘅係我哋被召喚要實踐聖言。當我哋活出耶穌嘅一句話，就係踐行整部福音。因為佢喺每一句話中都全然奉獻自己，親自嚟到居住喺我哋之內。喺生活嘅各種境遇中，佢取代咗我哋嘅思維、
意願同埋行為方式。那撒在好地裏的，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，他當然結實。馬竇福音13章23節。嚟自墨西哥嘅曼標分享：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感覺自己陷入咗絕望嘅深淵，身處喺暴力關係中。我盡力咁掙脫困境，試圖憑自己嘅能力去解決所有問題。受住社交媒體同外界喧囂嘅影響，我時常都追求一啲唔係天主指引嘅事物。即使盡咗全力，我內心仍然空虛迷茫。我知道愛係普世嘅語言。當我開始做義工嘅時候，我體會到唯有天主先至能夠俾到我滿足感同埋自我實現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我發現咗一個地方可以聆聽天主嘅話語，並且增進我同佢嘅關係，我十分之感激。即使我哋感到自己好似乾旱貧瘠嘅土地，天主嘅話語依然能夠發揮效力，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揭示嘅。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，不再返回原處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之生長萌芽，償還播種者種子，供給吃飯者食糧。同樣，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，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，反之，他必行我的旨意，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5章10至11節。喺呢一個充滿恐懼同埋緊張嘅時代，懷住咁樣嘅希望，我哋亦都要努力培養同我哋共度人生嘅人之間嘅信任。我哋相信佢哋有能力結出美好嘅果實，創造傾聽同對話嘅機會，攜手邁向兄弟情誼嘅遠景。那撒在好地裏的，即是指那聽了話而了解的人，他當然結實。馬竇福音13章23節。